大家好，你係唔係都試過熬夜之後喉嚨即刻乾痛爆暗瘡？明明覺得自己熱氣上火，飲晒好多涼茶都冇效果，甚至愈飲愈肚瀉，手腳冰凍。好多人將金銀花當成萬能降火茶，喉嚨痛飲、生豆飲、感冒又飲。但大部分人都用錯方法，不單止降唔到火，反而傷埋脾胃體質。今日我一次性教大家金銀花最實用嘅正確用法。4款簡單居家食療，對住喉痛、暗瘡、風熱感冒，直接對症調理，門檻極低，屋企隨便做到。最後我會重點講解5大禁忌人群同隱藏副作用，呢啲避坑知識90%以上嘅人都唔知。唔想毛病飲出問題，一定要睇到最後。首先同大家講清楚，金銀花究竟可以解決邊啲常見問題？佢最核心嘅作用就係清熱解毒、疏散風熱，專門對付各種熱氣、發炎、熱毒問題。第一，舒緩咽喉不適，無論係熬夜上火、用聲過度，定係感冒引起嘅喉嚨紅腫、乾痛、吞咽不適，都可以快速消炎舒緩。第二，改善皮膚熱毒，針對體內熱氣重引起嘅面瘡、暗瘡紅腫、夏日熱痱、皮膚細小、腰瘡，由內而外清熱排毒。第三，處理風熱感冒初起症狀，包括身熱、頭痛、口乾、口苦、咳黃痰、流黃鼻涕，及時飲用可以壓抑熱邪，避免感冒加重。第四，清理腸胃濕熱，改善熱氣導致嘅大便黏膩、腹部不適。呢度要重點提醒大家，感冒一定要分清體質，金銀花只適合風熱熱症。如果係受涼凍親、怕冷、流清涕、咳白痰嘅風寒感冒，絕對唔可以飲用，否則只會拖慢康復，加重不適。即刻同大家分享4款零難度、居家隨時整嘅金銀花食療，對應唔同上火症狀，簡單又有效。第一款金銀花清火茶，專門針對熬耳、上火、暗瘡、紅腫、口瘡、口苦。材料只用金銀花6克，滾水沖泡焗15分鐘，可反覆沖泡至味道變淡。短期飲用可以快速清除體表熱毒，舒緩積熱引起嘅各種輕微發炎症狀，適合上班族熬夜後急救調理。第二款金銀花連翹感冒茶，專治風熱感冒初起，喉嚨劇痛、發熱頭暈。材料準備金銀花6克，連翹5克。材料洗淨加水煮20分鐘，濾渣取溫熱藥汁飲用。呢個經典搭配，清熱解表，力度溫和到位，能夠有效壓抑體內熱毒發展，避免感冒症狀持續加重。第三款金銀花菊花明目茶，適合長期睇手機、電腦、眼紅眼乾、心火旺盛、反覆口腔潰瘍。材料用金銀花5克、菊花5克。生甘草3克，滾水焗20分鐘即可。呢度順帶分享一個實用小貼士，甘草可以溫和中和金銀花嘅寒涼屬性，舒緩對脾胃嘅刺激，好適合輕微熱氣又怕寒涼傷胃嘅朋友短暫飲用。第4款金銀花綠豆清熱湯，適合夏季濕熱、身體困重、熱痱多、暗瘡反覆發作。材料有金銀花8克、綠豆80克，適量冰糖。綠豆提前浸軟，先煮至開花軟糯，再放入金銀花續煮15分鐘。隔炸之後落糖調味，湯性清潤不燥，清熱去濕效果穩定，適合全家夏季日常調理。介紹完實用食療，同大家補充簡單專業知識，等大家更加識得揀藥用藥。金銀花原名忍冬，屬忍冬科植物嘅乾燥花類，因為花朵初開潔白，隔日轉為金黃。一花兩色因而得名。市面分普通金銀花同山銀花，山銀花有效成分更高，藥效更優，係首選道地品種。藥材採收以初夏未綻放嘅花蕾最佳，低溫烘乾，保留藥性。發黑變質嘅藥材，藥效基本流失，唔建議購買。藥性方面，金銀花味甘性寒，歸肺、心、胃、三經。寒性能夠清退全身熱毒，甘味可以潤燥生津，清熱同時唔會過度傷津，針對肺熱、心火、胃火引發嘅各種熱症都有針對性效果。正因為藥性偏寒，所以只適合短期對症使用，絕對唔可以長期當養生茶，日日飲。最後講副作用同禁忌人群。金銀花對症短期使用非常安全，唯獨長期大量飲用會損傷脾胃陽氣，容易出現胃痛、腹脹、
大便稀爛、手腳冰凍、食慾下降等問題。空腹飲用亦容易刺激胃部，有5類人一定要避免飲用。第一，脾胃虛寒人士，平時怕冷，容易肚瀉，飲凍飲不適。第二，風寒感冒患者，流清涕、畏寒、咳白痰。第三，經期女性，寒涼弱性容易導致經血不暢，加重痛經。第四，幼童同體質虛弱者，脾胃不足，易受寒涼損傷。第五，無熱氣、純虛寒體質人士，無病飲用，只會徒傷身體。總結嚟講，金銀花對喉嚨痛、風熱感冒、熱毒暗瘡、夏季濕熱嘅調理效果非常出色，係平民級清熱良藥。但佢本質係藥材，唔係普通花茶。熱症消退就要及時停飲，分清體質，對症適量使用，先可以有效降火消炎，同時保護脾胃健康。希望今日嘅實用攻略可以幫大家擺脫亂用金銀花嘅誤區。多謝大家收看。